台语文刊榜来看，教育部逐年拢会举办万汉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。今年虽讲拄到疫情，也毋过考试的人数无受影响，有13800多人去报考，是有史以来上侪一摆。叫一车海伯，伊头毛喙笑白，老酷国家。听老师讲一句，对伊念一句，学台语的声调也连读台文字，当着袂晓的词类和俗语话，就用红笔甲画起来，再佮用英语伫边仔做笔记。今年25岁，美国加州人严天玲受朋友的鼓励，头摆考教育部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，就挑战上困难的4级。迄个是讲讲实在是对我技术来困难，提供听讲人，我真希望去挑战，去做迄款我即马可能袂晓做的，毋过经过迄个经验了后，我都有高较这知识。毋但美国人来考，包括 YouTube 网络名人蔡阿嘉和伊的太太二伯，也有伫咧台湾生活14年，也主持台语节目的法国人吉雷米，今年也过来自我测试。去年我过去几届我较有把握，应该会过啦。因为我爱台湾，我是希望台湾的本土语言会当活落去啊。逐年教育部拢会举办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，今年虽望碰到疫情，不过考生人数超过13000人，是开办这10年来上介侪人来考的一道。这道拢总有13866个，这么侪，这是有史以来上介侪一档。10几岁高中生来考4级的认证，迄4级是上关级的，A 级嘛有足少岁囡仔读幼稚园的囡仔都来考啊。台语老师讲，对考生的人数，也有真侪无共年岁人有来考，通看会出整个社会对学台语的风气有提高。不过，对教育部这项考试名称，什么时阵会当正名，老师也提出伊的看法。咱这个语言的名称吼，几若100年来吼，民间拢直接就改叫做台语台湾话。吼，像我囡仔时代就讲，讲台湾话，唱台语歌。咱国家语言发展法内面语言名称成定义。互咱这个话有一个正式的名称，这个这步做好了后，后壁的工课就拢继续对咧做，像讲教育部的词典，甲咱考试的名称，拢会当对咧改。但这项考试什么时阵会当有家己的名，就要看接落来文化部开会结果如何，才通知影。记者阿敏金小桂林台北报道。